8日，跨越山海高原，雲南全景深度遊，從春城昆明出發，一路向西。當蒼山洱海嘅畫卷喺眼前展開，真正嘅風花雪月就咁樣開始。我哋登上洱海之心甘肅島，睇一場以山水做幕布嘅演出，百續千年嘅人民故事，喺海菜花嘅芬芳之中慢慢講俾你聽。喺耀海聞名嘅發源地雙廊，等一場日落，從蒼山最文藝嘅夕照庵，再到讓時間慢落嚟嘅喜洲，親手完成一件紮染，讓大理嘅藍天白雲永久定格喺記憶裏面。喺有風嘅地方轉個彎，喺生態廊道將清風同海景全部攬入懷中。當夜幕降臨，大理古城嘅南詔風情就喺舌尖蘇醒。離開大理，我哋奔赴一場同雪嘅約會。喺納西族神山玉龍雪山腳下，感受冰川嘅呼吸，雪山融水匯聚而成嘅藍月谷，好似一粒跌落入間嘅藍寶石。喺呢度，每一格畫面都靚到唔使濾鏡。最後以一場震撼心靈嘅印象麗江演出收尾，呢份係對雪山至高無上嘅禮讚。從麗江向北闖入史詩般嘅秘境，喺世界峽谷之最嘅虎跳峽感受大自然狂野嘅力量。喺普達措享受心靈被徹底淨化嘅寧靜。當晚一場盛大嘅土司宴已經準備好迎接我哋，莊家人嘅熾熱真情足以驅散所有寒意。旅程嘅尾聲喺全亞洲最大嘅島南花市，被鮮花重重包圍。一次旅程閱盡4季，從昆明、大理、麗江到香格里拉，全景8日精華之旅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